宜兰国门店昨暗6点半，放送到台北看守所。民众党伫昨暗嘛赶紧召开紧急应变会议，预计伫今仔日早起，因要召开中央紧急应变小组的扩大会议。外界嘛关心，敢会选出代理主席？民众党是表示，这个议题目前未讨论。宜兰国门店洪秀亚进前，伊嘛有翕影片向支持者发话。下午尾暗6点30分，国民党坐警备车驶入去台北看守所，所方表示，国民党带入去坐人下房，甲看这案件有关系其他被告带无共款的所在。在暗时7点外，民众党放一段录影回宾向支持者发声。大家好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，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。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。请大家认真过每一天，快乐过每一天，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，让我们继续努力。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昨暗时紧急召开会议，要伫今日早起召开扩大会议。党内决策过程目前的机制拢是共识决，无代理党主席的问题，先稳定军心，搁讨论下一步爱安怎做。明天早上，中央紧急应变小组我们会召开扩大的会议。那在明天早上开完会议以后，对于下一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，会再以记者会的方式跟大家做更清楚的说明跟报告。外界关心国民党太太陈培琪的情形，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表示，陈培琪知消息有咧靠，质疑为什么这么国家会这样做安尼？他当然也有一点哭泣哈，那认为为什么现在的国家会变成这样？但是我相信他还是会坚强。原本要去美国，民众党发言人林祖虎表示，国际事务部会照常出发。关题部分是看整体情形，再看出来去要安怎做。针对美国行的部分，那本来就是民主党国际事务部日常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业务，所以我们还是会照常出发。民众党拄着创党以来上大危机，党主席关天遭到在电羁押。民众党核心干部目前采取集体决策应对危机，不过是不是党的过政治风暴，议员爱国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